感恩节的主日所以呢，虽然我们不像美国他们有感恩节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活动但是我们教会特别有这种感恩的时间。我们给隔壁祝福一下，说祝你感恩节平安喜乐。我们给隔壁祝一下，感谢主我们在一起分享主话语之前，我们先来祷告。慈悲的父神，感谢你在这个冬天来到，天气凉冷的时候，我们也是感恩节的时刻。我们在主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是出自的内心，因为神恩典满满。当我们纪念，当我们学习，当我们用感恩的心到你面前时，我们发现我们是多么的丰富，我们多么的充足。这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我们要透过你的话语来一起勉励学习，也求主因此去带领我们。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今天我用这个应景的这个时间叫做这个题目叫感恩迎50，得富强蒙福。那是又从我们的教会要迎接50禧年出发，来看看感恩节给我们什么样的学习、激励跟应许。我们等一下经文经文会在一起来学习。我们的投影片请同工帮忙。我们的主题有这个名称，是因为我们确信我们要迎接50禧年是有神特别的恩典，所以呢，在迎接50是要看见神使富强蒙福。这个字有相关语得富强不只是富强教会，我们也求神让我们的教会富强，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家庭、我们的弟兄姐妹都蒙恩能富强。那等一下经文会做一点复习，我们是要从感恩节跟住棚节的关联来做开始关联。那很多学者在研究当年美国的感恩节，他们其实精神是从圣经中的住棚节 Sukkot 所启发出来的。那其实台湾这个感恩节并不是我们传统的节日现在有教会才有，对不对？还有呢，是因为我们2次大战后，主要跟台湾教会交流的都是比较属于美国的教会。早期我们台南的教会是从苏格兰、英国来，那英国跟苏格兰他们也没有感恩节有他们自己的节期。我说没有像今天所定的这个感恩节，那是因为美国他们很多宣教师来到台湾，觉得台湾没有属于基督教的或是从信仰出发的感恩节，所以他们就沿用了在美国他们传统的节日感恩节来定为感恩节。所以大概我们这一代战后的基督徒都很清楚，因为你也知道北部的长老教会，对不对？北部的长老教会他们呢是从加拿大来的，加拿大也没有美国的感恩节不过为什么长老教会会接受这样的感恩节，是有属灵的意义的。如果说从台湾的习俗或是从台湾的文化出发，较接近感恩节的，应该是以前传统的农民的节日，叫做冬至冬至要吃汤圆，对不对？假银过几回。以前小时候都知道说，你吃了汤圆就过1岁了，不要到春节吃了冬至的，咱讲台语啦，讲假当这年就过1年意思就是说，不是用日期来限定，而是用我们的节期。那当然，后来冬至就比较传统农业的社会就去了，就比较没有了。因为那是秋收嘛
反而比较有节庆气氛的就是春节，所以也有人教会说，干脆这个感恩节不用，我们来改春节。但是春节有一个比较跟教会比较没有办法结合的是，春节不一定在礼拜天，对不对？春节都是在农历初一嘛，有时候礼拜一到礼拜六都有可能。那不管如何，为什么我们会接受感恩节？特别是有历史的长老教会，哇，他们在做感恩节的节庆的时候，哇，非常的热闹。我记得我曾经提起过，我们谢牧师他们的母会佐证。佐证是一间西拉雅族的教会，已经150年了。哇，他们传统的感恩节不是大家扛心扛空来他们都要用篮子挑他们的南瓜，他们家里的农产挑一大堆，然后把整个讲台都摆满然后一起感恩礼拜。感恩礼拜完，这农产怎么办？奉献给神奉献给神总是要处理所以就现场拍卖。哇，那香蕉啦，或是什么好吃的水果啦，还有很多的农产品大家买回去觉得哇，那种感恩的心吃了那些农产品就特别的喜乐那这个是我们长老教会这种传统的节日也庆祝的非常的很到位。但是感恩节原先在美国的祖先他们在庆祝的时候，其实是受到住棚节所启发。那住棚节呢，我们都知道犹太人的3大节期，他们在住棚节的时候，他们还要刻意什么叫住棚节？就是帐篷嘛。所以住棚节，他们每一个家庭，如果当然现在都市比较困难，有的是家庭里面在庭院里面，他就真的搭了一个草棚，各种形式都有了，有的还盖得很坚固，有的是普通的，反正就有草，有一些隔帘，里面有椅子，大家在那边吃东西，在那边做纪念。那大一点的，就里面还可以做一个活动聚会。那现在的犹太人很多都还传统这个习俗，到现在闻到世界各地。其实台湾最近这几年很多教会也在提倡犹太历，那就会讲说今年是犹太历第几年有些人也会把这个节期拿来当一个形式上的一个纪念，让大家更了解住棚节的意义那1621年这个年代是什么概念呢？1621年也其实正好是台南有荷兰人来的时代。我们知道正式荷兰人登陆是在1624年嘛那去年我们不是台南在纪念400年吗好，这个年代你会发现说远东这个地方有荷兰人来，有葡萄牙人来，但是在美国的东岸，遥远的地球的另外一端，有荷兰人由5月8号登陆了美国的东岸。荷兰人登陆了现在的纽约最豪华的、最繁华的地方曼哈顿，然后在那边建立就是我们的殖民地。那所以可见说，荷兰在当时就是在迎接或是接续了葡萄牙、西班牙这个航海大国的时候，荷兰人兴起了。荷兰人来到那个东亚的印尼，然后要来跟中国的明朝做生意。然后明朝说这个地方你不要来，你要么去远远的地方那一块岛叫做台湾，你过去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原来在历史的某一个节点就有这种联合在一起。那5月8号也在那个时候，因为荷兰他们的航海技术已经成熟了，所以其实5月8号这一群清教徒，他们是从苏格兰那边逃难，那先跑到荷兰，后来他们听到说有远洋的船有新大陆，所以他们就想说，那我们要找到一个能够自由敬拜上帝的地方，
因为他们这群基督徒被传统的教会排斥甚至迫害，所以他们就经过艰辛的路程，坐了5月8号来到美国东岸，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就是一群新的以色列人，将大西洋看作摩西要经过的红海，他们顺利度过了。他们认为将美洲在他们登陆的马赛诸塞州看作是一个应许之地。那这个故事就产生一个很奇妙的结合了奇妙的结合，那个是传统的5月8号的那个船那这是一个图画。清教徒呢，他们在美洲经历了艰难的冬天，因为他们到的时候已经快冬天了，所以冬天就是非常寒冷。他们在船上已经失去了一部分的他们的人民，而且在岸上又遇到风雪，遇到很多病痛，还好有当时的印第安人来帮助他们。所以隔年春天开始，他们学会在新的土地，他们在传统的地方种的东西，在这边根本不管用，就学了印第安人给他们种了南瓜，种了玉米还有火鸡，所以他们就第一次在秋天丰收的时候，他们献上感恩，就学习了住棚节的概念，成为他们第一次的感恩祭。但是这个感恩节其实是后来美国的总统发现说这个节庆是非常有意义的，才定为国家的感恩节。那这些故事我们是要一起学习说，这个第一次的感恩节是在荒地，是在他们第一次上岸后所居住的地方举行的，是一个感恩的时刻。他们跟印第安人一起分享食物，火鸡、南瓜，还有玉米这些传统东西。所以直到今天，美国的传统的感恩节，他们就用这些食物来象征他们第一次感恩节所吃的东西。你说有特别好吃吗？也不一定只是说那个是有纪念的意义。那台湾大概我们教会有时候在感恩节的时候会去买一只烤火鸡来象征一下。不过我觉得我们台湾人比较喜欢的是火鸡肉饭，火鸡肉饭比较好吃而且常常都可以吃得到反正食物会跟节期连结，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很容易遵循跟学习。那圣经中的秋收丰收季节就是住棚节。其实犹太人他们有春天的收获季他秋天的，所以在美国的这一群5月8号的先人呢，他们就认为秋季的感恩就是我们这个时刻，所以我们就参考了住棚节的记载来制定感恩节的这个形式。好，大概这个整个历史的渊源跟连结，就一直到住棚节了。所以今天我们台湾跟这2个节期，原先我们的文化是无关的，对不对？但是当我们也认同了，当我们接受这个理念，这个感恩节也就变成我们台湾教会的感恩节，我们台湾人的感恩节。这是一个属于精神的连结，那成为我们自己拥有的。那住棚节跟感恩节它有很重要的属灵意义啦很多种，但是这几种我们是特别要刻意提起的。第一个，节期的中心不只是吃喝快乐，吃喝是后面的吃喝是为了纪念上帝是供应者，上帝提供了，上帝赐下了，所以他提供了，我们才有吃喝嘛不然他们上岸，在美国的东岸东北那边是很冷的地方这边的土地是什么样性质气候什么性质，能种什么东西他们根本不懂，所以能够收获那就是感恩，所以那个心态是很重要的。第二个，那住棚节又把它称为收藏节。以色列人在收割完毕后，他第一件事不是把所有的收获都囤积起来，感觉自己收获很多非常的高兴。他是怎样？他是先向上帝感恩。
向神感恩，那就是他们住棚节的最重要的概念。所以后来的感恩节也一样，承认所有的物质丰富都是来自上帝，不是人所努力的。那用这样的理念，我们就发现说，看不见的上帝，但其实是所有的好东西或者说礼物都是从神而来。上个礼拜我在看我们教会夹的那个更新有一篇见证刚好写到一位作者，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信主，他就很认真按照圣经的教导、教会的教导，他回到家里面，他每次吃饭的时候就是感谢祷告。然后他的爸爸越看越气，越看越不高兴，说你干嘛感谢你的上帝？餐桌上的东西都是我花钱买的，你怎么会感谢上帝？哇，很气他。那当然，这个儿子他不会生气，他知道说爸爸不知道意思啦。当然，他要感谢父母亲的预备，赚钱来养家，但是他要感谢更深一层的是，使万物成长的，使人类能够在这个世界生存的上帝是供应者。当你有这样的概念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感恩的意义不是更深厚吗？你有的是你努力得来没错，但是怎么样让你有是神的恩典。那第二个，除了纪念上帝是供应者以外，第二个就是纪念上帝的引导跟保护。我拥有并不一定会全部拥有，或是永久拥有，甚至是永不失去耶。有上帝的引导跟保护才更重要。我们也知道，人的财富有时候一下子就清空了，因为有不可预测的因素。所以清教徒他们度过严寒的冬天、疾病跟饥荒，最终他们活存下来了，所以他们就建立了家园。这是一个特别需要感恩上帝的保护跟带领。那还有一个更完整的概念，就是对未来的盼望。感恩节是存着一个后面的应许跟盼望。所以感恩节有纪念，有感谢神的带领，还有感谢神在将来的同在。所以对未来有盼望，也是住棚节跟感恩节的信仰的层面。住棚节是预表了将来上帝要亲自与人同住，在启示录21章3节，神要在永恒的国度与我们同在，那就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是一个完整的应许。那感恩节的信仰层面是什么呢？也包含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跟上帝国度的向往。我们求神在我们人生的境界，在教会，在我们的社会，在我们的家庭，神的应许跟带领祝福也一直存在。所以弟兄姐妹，住棚节是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在旷野住帐篷的40年，上帝用云柱火柱来带领他们。所以住棚节为什么这个重要？是因为把一个信仰的概念，用搭棚子，用吃这些传统的食物来每一年传承，每一年纪念。所有人类的节期，所有人类的纪念活动，都离不开活动、食物或是物品。台湾为什么会有那个粽子为什么有假地柜为什么会吃那个卷饼就是我们的清明节的这些食物都是有它特别的历史意义，但是又纪念用吃那个东西来跟这个精神连接在一起。利未记23章的42到43节他这边提到了住棚节的概念。他说：你们要住在棚里7日，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经过这一些旷野的漂流，在帐篷里面遮风避雨，然后存活了下来。
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更清楚了，《申命记》16章13到17节，他说：“你们储藏五谷和新酒以后，要守住棚节7天。”换句话说，住棚节是跟丰收、跟收获有关的。但是更深的意义在这里，14节说：“你们要跟你们的儿女、奴婢和住在你们城里的利未人，就是这些宗教人士、祭司阶层的，还有外侨、孤儿、寡妇一起庆祝。”换句话说，住棚节它不是一个独享其乐，自己在夸耀自己多丰收，而是看见神的恩典，愿意跟出外人，愿意跟孤儿寡妇，要跟你这些社会比较困难的人一起庆祝。所以住棚节也象征着一个人类和平共享、分享一切好东西的一个节期。这是以色列人，我们也知道，我们今年在庆祝这个49年嘛，喜年嘛，明年就是50喜年。每一次喜年，从圣经的教导也是一样，你不只是感恩神的应许跟供应哦，他还要说你要去赦免一切亏欠你的人，甚至他的财物或是他的欠债都要把它取消，而且要使土地休息，这些都是神定下一个非常美好的规矩。所以跟这些不相干的人一起庆祝，那个是住棚节的精神，也就是感恩节的精神。而且还有一个要奉献，他说你们要在上主你们的上帝所选定的敬拜场所守住棚节7天，表示敬敬。大家要欢乐，因为上帝使你们丰收，使你们所做的一切都顺利。感恩庆祝是因为神应许供应了。最后是全国所有的男人要1连3次，就是逾越节、七夕收获节、住棚节，要到上主所选定的场所敬拜神。每一个人要照上主你们的上帝所赐的福分，尽自己的能力带礼物奉献给他。所以这一个完整的住棚节的概念，感谢神的赏赐，欢乐庆祝，跟一群孤苦困难的人一起分享，然后到神的殿敬拜他。最后是把自己所得到的，按照自己的能力带来奉献，那就是一个完整住棚节的概念。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这样做，他们就看见神丰盛的供应。犹太人大概是在全世界最特殊的民族他们竟然全世界很多财物都在他们手上。他们是因为有遵守了神给他们的教导，把神所赏赐的奉献出来，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奇妙的应许。我们互强教会在这2、3年我们举办了在感恩节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奉献的项目，就是因为我们要迎接50喜年，我们教会要举办各样的活动，包括早上在10点半的时候，我们到对面的我们的大楼来做教育中心的奉献礼拜。那经过好几个月的整修，让我们好像重新换了一个新的环境。那很明亮，是为了当成奉献给神的50喜年的礼物。那这些都是一种在持续跟神连结、献上感恩、求神继续带领祝福的意识。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犹太人他们3大节期逾越节还有七夕收获节，其实七夕就是五旬节七夕49嘛，那隔天就是五旬节了还有住棚节，那这些节期都有很深刻的意义，特别是他们从出埃及到迦南地，这些美好的纪念都在犹太人当中来持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在遥远的台湾也一起纪念感恩节，是因为我们看见圣经的教导，
确实也跟我们台湾的季节有很明确的关系。这个礼拜我们突然间寒流来了，感到这是一个秋收冬藏的季节了，也是献上感恩的季节。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感恩节的核心意义有几个点，我们一起来学习哈。感恩节是让我们一起回想主的恩典。那犹太人用简陋的棚子，也许小孩子一定会问说：啊，妈妈，我们这个家里面那么漂亮，那么灯光那么漂亮，怎么不去？我要住在这边。那妈妈就有故事可以讲了，说为什么要住在这里？因为你祖先曾经住在这种地方你住7天就不耐烦了，他们是住40年。好了，这就变成一个故事，变成一个实体的故事，好像就是身临其境的故事。所以他们住进简陋的棚子，为了纪念他们曾在旷野一无所有，而且完全仰赖上帝的云柱跟火柱带领。约书亚记记载说，约书亚带领了以色列百姓，等于是他们在旷野的第2代，他们过了约旦河，他们的祖先摩西是过红海，然后他们过约旦河，祭司抬了那个约柜，然后过约旦河，然后到对岸的示剑停留下来之后，圣经有记载说，原来他们在旷野里面没有什么吃的啊，因为游动的嘛，也不能种植五谷啊，那怎么吃？上帝赐给他们玛纳，还特殊的季节还赐给他们鹌鹑给他们一些蛋白质，一些鸡肉这样子，一些肉类。好了，这些供应，神说你们到迦南地了，你们要自食其力了，你们要耕种了，所以那些玛纳就停止了，那就是非常奇妙。所以他们要做这样的纪念是很重要的原因了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台湾，我们应该算是说非常幸福的一个环境了虽然不完美，但是比起全世界各地台湾人真的是幸福的一代。所以我们呢有舒适的环境，我们还是要想过去1年，我们也许在心灵上、在工作上、在生活上、在身体上，其实也都会经历到像旷野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有困难、有挑战、有缺乏。但是要学习祝棚节、感恩节，在神面前感谢神带领我们经过了这些挑战，让我们走到今天。这个就是回想主的恩典。第二，我们是一起欢庆感恩。享用感恩节大餐是要思想桌上的饮食食物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上帝慈爱的证据。那我们教会今年不是推动一个示范吗？示范一个8大属灵的这个操练有4项是有关读经守安息日啊。那另外4项是你要尊敬长辈你要全家聚餐，而且还有我们能够办全家旅游，对不对？我们这个周报里面的8项都还记在这边呢那牧师鼓励说，你们就这个礼拜这个礼拜你在家里面办一个感恩节，全家一起聚餐刚好了，因为美国他们的感恩节其实是礼拜4啊，礼拜4当天是全国休假的，然后他们就会赶回家吃感恩节大餐，很像我们的团圆饭一样那也期待我们教会在推动这个属灵操练8步呢，我们有4项家庭蒙恩的4项务。第一个是每周1次家庭亲子聚会，第二个是每月1次的家庭聚餐，第3个是每月定额尊荣父母、孝敬父母，第8个每年度假1次。我们可以再参考一下，看看到底我有没有实施看看努力看看，做看看如果能够在感恩节的时候，也不一定要有火鸡啦不过全家一起聚餐，我们可以学习在餐桌上把这些感恩节的概念分享给儿女、家人，因为每一代都要有感恩的心，看见神奇妙的供应所以感恩大餐当然是一个
一个铺排啦，但重点是感谢神的慈爱供应。第三个是因为感恩节是一个记号。什么记号呢？是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寄居的，就像以色列人在住帐篷一样，是漂流的，是短暂的。我们要对上帝的供应真实丰盛感恩，也表达说我们有一天永恒的家是在天上。那这样的提醒会让我们更谦卑了更觉得我们领受的恩典是何等的大，这是感恩节的核心意义。最后我们要一起学习，一起勉励，感恩迎50，得富强蒙福。弟兄姐妹，我们用感恩的心迎向50禧年。无论弟兄姐妹你现在在富强教会，可能来最近这2年才来的，或是已经历史很久了，49年前的。早上第一堂礼拜的时候，有我们第一任的牧师王忠信牧师的师母王牧师娘，她来参加礼拜，从美国回来。在介绍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第一号的富强人回来了就是王牧师娘刚刚来参加第一堂礼拜，我们要一起拍照纪念。50禧年有什么值得感恩的？牧师想起我们长老教会背景的人会唱这首歌啦，叫做593首的副歌，这个是台语的。他说：“主的恩赐你就算到小不是数你主的恩赐你敢算会了？主的恩赐大项算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他华语是怎么讲呢？华语是这么讲，华语没有出来好像好，华语的没有打上来。我们的慧玲姐，你有歌谱吗？可以，这首有没有？没关系，不用，我只是说你到这边钢琴来想要唱一下，不错了593首，没关系，你翻。我是说这首诗歌为什么对长老教会非常的重要？第一个是它的歌词非常在地化，而且是算台语的说你要算要数这个你的恩赐算不完。那我在我们的这一个大纲的讨论提纲里面，我说建议我们在这个礼拜举办一个全家的这一个感恩餐会嘛家族聚餐，你到餐厅也好，自己家里面也好，最好是能够聚集全部的人一起来，那诉上神的恩典。那我期待你会在餐桌上一起做这2种。第一种是我们一起在互相教会，当然你在小组里面更好了在小组里面我们来谈说你所经历的互相教会，我们的互相教会有哪3样最值得感恩的事。牧师不是要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在这边一谈了，而是你自己去感受还有你们的家里面，也许每一个人也可以讲，或是全家一起分享说我们的家在这1年当中有哪3样是神给我们最美好的恩典，我要算所以就是台语所说的主的恩赐大项算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你越多的纪念，你就会越感恩上帝好，那感恩的心很重要。这一句话有双关语了我们得富强蒙福的意思是不是富强的名词，而是真正的教会富强、家庭富强、个人也富强。我们能够用感恩的心来看见神给我们有富强的教会，有富强的家庭，有富强的个人，那是在我们的生命上的建造更成熟的关键。因为当感恩心进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身边所看的东西就不同的诠释了，不同的意义了。那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诗篇50篇23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样叫印象好不好？一起来，凡献感谢为祭的，就是遵从我、顺从我命令的人，我一定拯救。他说献感恩祭的人，
感恩祭是一个行动，也是一个形式。但是当你用内心的感恩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是在尊崇上帝，而不是一个活动、一个节庆。然后他说：“顺从我命令的人，他一定要拯救。”感谢主。牧师的领受是说，很多人会想说：“我这一年好像过得平平淡淡，想起要感恩的事也想不出来啊。”一定有人会这样，对不对？甚至会讲说：“哇，这条路走得很坎坷哎，能够存活下来已经不简单了，为什么还要感恩？”那其实感恩节，它其实在构造一个概念，是说，你的感恩是跟神的恩典是连结的，而不是你自己的成就，或是你个人的得到或失去，是你连接到神丰盛的供应。所以有几个点一起来勉励：感恩使你的生命更充实，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并没有欠缺。什么事呢？我们都喜欢读腓立比书4章6节7节，他们提到说，应该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感恩祷告祈求，将你们所要的向上帝来祈求，上帝所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这句话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不是你拥有了才感恩，而是因为你感恩了，你的生命就更充实，你的心境就改变，你发现你并不是真的那么缺乏。所以生命没有欠缺，不是因为你东西有跟没有，而是你的心境，你觉得你已经拥有。所以我们听到一句很有哲理的话，他说：“我感到平安跟喜乐，不是因为我拥有的多，而是我需要的少。我拥有多永远不够，因为你1就要2，2就要3，3就要5，但是我需要的少，额外的我就觉得不缺了。”基督徒是学会这样子，用感恩的心来看见我生命的所有，而不是所缺。很多基督徒有这种非常好的品格，他是会讲说：“感谢神，因为你给我已经够多了，而不是说神啊，你为什么不给我更多？”第二个，感恩是让心境更光明高远，使人更谦卑，没有骄傲。当你有感恩的概念一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些拥有的不是你理所当然的，或是说你能力高你才有，你幸运你才有，你比别人抢先一步才有，是因为神奇妙的供应。我们也知道台湾这个国家，我们跟国外的贸易受到世界的经济影响变动太大了，对不对？一旦有一点风吹草动，台湾的经济就受影响，还有包括很多原物料都会受改变。所以如果没有神的恩典，你说你靠自己的能力能改变整个世界的局势吗？所以感恩的心是让你，哎呀，我虽然拥有这么多，但是是神的供应，不是我自己。一种谦卑的心一下来，你的骄傲就没有了，你就更踏实，更拥有的更多。感谢主。最后一个是感恩使生命更超越，也更加信心跟能力。感恩所以会生命超越的意思是说，我的生命的质量，因为有感恩的心，发现说我并不是那么的虚弱，我并不是那么的缺乏，我并不是那么的孤单，因为有大能的神跟我同在，有大能的神跟我同在。所以感恩使生命更超越，增加信心跟能力。其实最能够显示基督徒感恩的心跟能力的，通常都是跟宣教有关的。有时候我们去宣教，发现说这个困难那么大，哪有可能实现呢？我们的前辈这些宣教师，他们跑到远东来到台湾来，他们看见一切都一无所有啊，都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这只有依靠神啊。我们教会所以会特别需要感恩，是因为我们
上个礼拜、前个礼拜，我们的新昌长老都已经提过了，教会从100-200万的存款，要盖一间1亿的礼拜堂。你想，从人的计算，从人的数学，怎么可能？但是因为神的恩典，你的信心，还有我们愿意去执行，所以感恩就会换来你那种强大的力量，让这种力量催促你勇敢向前行。刚刚我们在提到说，在1620年代，很奇妙，远东有荷兰人、葡萄牙人来，美国有荷兰人到美国去，很多事情不是大家想着没事干就东奔西跑，想要去逛街一样，不是啊。在那种年代，要跑那么远，有很多原因。第一个是你在这个地方生存不下去了，第二个有战乱，第三个有那个传染疾病，再来就是饥荒。所以你会发现说，原来人类的历史为什么迁徙的那么的频繁？今天呢，我们交通那么方便，飞机一搭到世界各地都到了，但是因为交通太方便，你反而不会去到那边就不回来了，反正回来很方便嘛。但是古代人一旦离开，他就没有办法再回来了。土地被人家占去了，财产被人家充公了，新的主人在那边了。犹太人在跟迦南地的互动就是这样子所以古代人迁徙漂泊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所以很多人在研究说台湾人的血液前不久有一位专门研究台湾血液的一个医生过世了，在讲他的故事的时候会提到说，原来他研究的台湾血统里面有非洲人的血统，有印度人的血统，南洋的更不用说，大洋洲的更不用说，当然很多是从中国大陆，特别是南方过来。那些血液为什么会传演的那么远呢？现在的科学基因可以去追溯。我们在高雄的时候有认识一位台湾的血液的权威，叫做林玛丽教授，他专门研究血液的那个基因的连结很高的科技他也提到说，很多人的基因是从哪里，有那个根源在。那我们发现神的恩典，借由这样子人类的漂泊，人类的迁徙，但是神的恩典一直存在。台湾人为了经过黑水沟，是要遇到多大的挑战跟生命风险你说当时有人愿意好像来逛街来旅游吗？不是，是真的生存不下去才离开的。尤其我们台湾海峡有一个黑水沟，刚好在牧师的故乡的东边，是我们台南的西边。这条黑水沟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空战，有时候很困难超越。但是神的恩典让我们的百姓从中国大陆移民过来，从很多地方移民过来，在这边生存下来。当时的苦难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句台湾的谚语说：“6死3流1回头。”台湾的祖先从大陆移民过来，6死3流1回头，因为就10个人当中有6个就是生病了、海难了死掉了，3个不得不留下来，因为没有钱回去了，没有能力回去了，只有一个人看到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看到这个到处杂草丛生的地方瘟疫的地方，蚊虫那么多的地方，拼着命要赶回去。10个人只有1个可以回去，其他要不然就死在半途，要么就剩下3个留在台湾。这么苦难的境界，到今天我们成为一个丰盛之岛。台湾的GDP 也好，或是整个产业也好，我们真的有很多要感恩的地方。期待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来迎接这个感恩节。
在你的家或是在你的小组里面想出3件我们富强教会最值得感恩的事项。你的家庭、你的个人有什么3样值得感恩的事？愿神将这样丰盛的应许继续在你的生命、你的家庭、我们的教会当中继续传言。我们要一起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要预备来做医治的祷告，请我们的医治的同工、代祷同工、长职、小组长预备。我们也请鼓励我们在等一下唱诗歌的时候，我们需要代祷的，就勇敢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领受这个感恩节的祝福。我们看见从犹太人的祝棚节，从美国这些前辈祖先他们的感恩节，一直到今天我们在台湾，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为感恩来献上祝福以及感谢，是神有奇妙的连结跟恩典。主啊，我们富强教会，我们教会每一位个体都从神领受了恩典。经过了2025年，我们冬天来了，明年就是我们教会50年。愿神的恩典继续跟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因为用感恩来迎接50，我们会得富强更蒙福。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弟兄姐妹。